我们人的身体哦，干到异物啦，含阳性啊，所以咱人的身体会造成啥？咱有一寡代志咱无想要去做，咱都较介意倒咧，较袂介意起来啦，像我啊无，你讲大家对去看一下，你我嘛这样，我大部分看医院啊，我在打疫情的时候，真太乖了，真可爱。我在来疫情的时候，因为阮家嘛，阮兜有一个房间是拍风波啊，就是迄个儿时啊，伊木板床啊，啊，你知唔知人椅啊很济啊，啊，所以就拢停去啊，啊，一方面是舒适嘛，啊，一方面是啥物爱就停去啊，好无，会伫遐看手机啊，啊，就哪会啊，就哪看，啊，吼，你坐，规坐你若坐过吼，咱的姿势安怎变？你会愈听愈软。我若讲坐这坐，啊，阮坐这坐，身体无爽快，你坐久就无爽快，所以就退了。啊，到尾仔去半天才知，哇这个，啊，互我人头仔甲后尾吼，阮讲吼，你安尼袂使，我有啥物袂使？毋是讲伊做即件代志毋对，是你久了后吼，你的骨头会安怎？会歪去啊，你的骨头会歪去。人工里面做到有生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长期迄个姿势无正常，你后壁迄个骨头吼，无正常，无放松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叫医疗事情。所以咱人无非是第一站是咱的心啊，咱人的身躯会含素质啊，咱人的身躯会含素质啊。运动做忝，我无想要忝。第二站叫做咱的两槽，咱的心啊，咱的心，体无，你有大意想啥物物件，你有讨厌啥物物件，咱人的心这两个物件，喜好、厌恶啊，你有这个物件，啊，这个方面啊，所以咱会产生分别，咱会产生啥？安心起出来。所以咱人第二十个毛病是咱的心啊，佫一十个毛病是倒位？佫一十个毛病藏伫咱的阿拉伊亚斯内底。阿拉伊亚斯是咱累世造成，咱国家迄个造成，总是修造的造单物件伤害。咱累世的记忆，咱累世所积的物件，全部藏伫阿拉伊亚斯。人的毛病，我分这三项。所以过去有时阵，咱常我都理解，我为虾米会安尼想，我为虾米会安尼做，为虾米我拄着这个代志，别人做得好，我就去做。为虾米拄着这个代志吼，我就感觉这代志别人去做。为虾米呢？甲我讲的这三件代志，咱的心、咱的心，啊，佮咱的阿拉伊也是重心，这三项。咱人是安怎起心动念的？就是咱的目睭看到的，就是咱的鼻仔闻到的，就是咱的耳朵听到的，吼，啊，搁第三，咱嘴食的。这五官啊，即咱讲的五官啊，各位五官有啥感受？无啥感受。目睭的看尔咧，耳朵的听尔咧，鼻仔的呼吸，味了咧，嘴的食物了咧。这五官伊分析到啥物问题？五官无啥物问题啦，啊，毋过有喜好、事实啊，嘴爱食好食，鼻仔会芳的嘛，目睭爱看我喜的嘛，这人我讨厌我就好看。当你五官所接受的物件，入去咱的心了，咱的心会开始产生问题。我头先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咱的心啊，咱的心会甲啥物交叉？会甲咱的阿拉伊亚是。有诶，咱过去世的意识，所以咱人吼，愈活世愈开心。为什么？咱要讲活世，三期活劫？为什么咱要讲6万年来？所以咱的心伫咱6万年来不断的污染，咱的阿拉也是藏太侪无好的物件，所以咱即世吼。我就讲，为人的
的习惯，有的人的习惯，你真正无法度去看咱的知识来解说为什么伊安尼做，互我感觉家己的装饰有关系。我感觉以前伊两个人，过一个咱小可空间，我比较小可能过一个咱小，咱感觉诚伙。吼，咱现得较高一点困难。毋过吼，互我伫咱就是发现经过种个环境，拢有社会的环境，我就是无物件。我无即种应该讲，互我好个心拢无，因为我面对本就艰苦，我真正面对本就，我真正面对本就艰苦，所以互我吼起迄个心思要诚困难。互我就我想啊，足奇怪的，有个人食薰食甲啥，无食伊会喘的。所以讲后面的人，咱食啥我无包，我真怕我想这个事情。我想讲，我你安尼，你若不食嘛，咱会当吃自己。咱怎么能解决过来？有个人咧做食薰吼，真正好个，我就完全认真，过一个差不多。但是互我较厉害，毋是，我是完全无迄个良头，我哪较厉害？迄是咱过去世，迄是咱过去世6万年来互我个宗室内底无迄个食薰这个，咱的环境就是无食薰这个，所以到即世，伊要叫互我食薰较难。目前呢，咱今日唔使食食，有啥物成分甲咱讲根基基础？这讲老师讲的吼，这讲老师讲咱今日袂使坐学堂内底看到你，不管你有感觉这道理起码些，不管你有吸收无，你有即个资格坐伫咱的先天学堂内底，你有即个资格哦。为什么有即个资格？因为你对世咱这无人来讲，好一个咱感觉我听个教授来讲，咱迄个啥正常讲迄个什么开采猪肉，咱就是叫开采猪肉。伊当时来讲话讲啥？你求得爱3岁收啦，你来开花花爱5岁收啦，你要看无着爱7岁收啦，你要穿头爱10岁收啦，这个我听着啦，因为咱这个教授拢讲过来。我是讲各种的描述，咱咧讲课，为什么咱一讲这，甲咱讲好一个咱的基础？这吼毋是咧讲开玩笑，咱常常好一个人民讲天的，咱咧思维是咱咧过人啊，咱咧咱以前一定是个过人，不是开玩笑，上天咧办代志，说真实，你若毋是过去世。咱有参考以上的这个啊，你若毋是过去世，你有修10世以上，你敢有法度顺利参考？难，你若讲一生全人，你就知，难啦，真正是困难。有个人求着就大个求来，咱会使来求着参考。有个人回节目才给他数的，回节目才会让来需要话，会让台湾会。根基非常，先呢，这个神呢，对世所积的，咱即世就叫做成就。恶的是安尼啊，咱对世所做的迄个无好的东西，咱嘛是做伫咱个下海也是安尼啊。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心念就是安尼起回来，有时阵咱无法度解释，毋过咱的喜怒哀乐就伫咱的心。所以吼，就顶头甲咱讲，对咱曾经咱甲咱发过，古人心好心，以心照之；人心好心，以用看之。相形天气用，以心助心；天气心，以心助心。自然就用不心，三国小烈。所以不能讲为心理定，用以骗。最重要的是后要背起来。咱的心念文到清澈，代表咱功夫落了不够。心上温着浑浊来，心内的念头小多，
做侪拢无必要的代志，咱等于在想，你无就工夫甲咱的良好指望着心永远袂清净。迄个定的意思，就是咱的水清清无污染，咱的心清清无污染，自然爱光明，月亮大概清澈的，就是你的阳光所在，互相来干扰。这点无法嘛，咱是就清的，咱想到你若无去控制咱的阳光，受到难受，受到难受。我亲像的，你的成就，若讲要是有成就，可能拢比别达成。咱有高兴啊，上中下，上三层，顶满上有三星，中有三星，下有三星，这个就很圣教，有高的原则啊。咱是高以上应该大于优秀以上，不是个大的。所以咱的要求爱注意在这个方面，为人修持，为人修持，伊讲我无做歹代志，我真的无做歹代志是好的，啊，毋过无做歹代志，你的心态良好歹，代表你的赞助还袂有利。所以较有人来讲咱食菜，实在实在要说，不是口灾而已，要怎样？心灾，啊是你的心啊。啊，爱啥物？啊，伊的意料内底，咱的组织内底的力量，咱个心量。所以各位修行较简单，咱修持的良好，迄个技能做简单，咱就是要修好。啊，毋过真正你若落实伫修持内底，你爱做注意。所以人有主爱讲见证经，见证经是啥物？伊就是叫时时把握咱的心，护持咱的心。所以吼，咱的心你若治无好，就担心，你会感觉得什么担心？咱的头爱两声，所以师父老人讲，是着修心嘛。啊，伫道经经内底第47章，伊嘛讲啊。好啊吼，福大运不提出来，求啊吼，福大运不定啊，祸莫大于不知足啊，救莫大于欲得。欲得，伊互咱的解释咱第一个嘛，就是咱心念内底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了，我想要得到这个物件吼，我若得到我是袂单啊，我以前有咧照相的。每一个人讲讲话，我做咱因讲的照相来什么样？我就是对迄有一点，我就是对迄有一个地方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吼进步啊，有一段时间，我足想要添钱买一只相机啊，一只相机咧，我一只相机咧9万几块啊，我就开袂了，你9万几块足贵的，啊，毋过咱的心念无放的，无放的心念是一个阳光一卡尔。你卡伫遐吼，你就会时时去看相机的景色，你会分心嘛？你去想，一直去想啊。啊，对咱修行来讲，这毋是个代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无法度专心，你会分心嘛。啊，这是简单一个就讲了。啊，咱自细汉，咱活伫生活中，咱的状况好做，非常做，讲袂清啊吼。所以吼，第二个意思，初心的第二个意思，叫做啥？了基础的心，心正一定爱把握咱的中心，毋通互咱的心去用过。哦，来第三点，这个较主要，这个较主要。后心这种意思，较无咱来做做者。初心第三个意思叫做感动，感动之处啊，这是国语的用词，所以国语人。感动之初啊，就是咱的初发的关心啊，就是咱的初发的关心啊。当咱来讲哦，你若看无经过迄3句，我简单解释。咱人所发出来的念头，你若甲咱的佛性配合相应，自然生出来迄个菩提心，也叫做用德的心啊。这叫做啥？这叫做
咱的初心。咱初心第三非常重要，所以可以互捌太太吼，伊进前捌对我去听过一遍，伊讲伊头先嘛想过要算要创法修的，咱今日知影嘛，我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啥物？咱人民自愿欢乐的心。第二就是咱所谓了后上改错的心，啊，袂变进行的心啊。第三就是咱所发出来的心。所以互捌吼，特别解释好听，所以我这边吼，特别安尼做。咱今日讲的讲题内容是第五版，我每讲一个就解一个，每讲一个解一个。因为我感觉讲，这些问题咱就比较好说。啊，所以咱互捌吼。咱个的重视，咱目前觉得，你今日会使坐遮，你绝对有足好的初心，啊，毋过有个人不想起，我帮助咱甲小个，每一次咱的信念甲天，咱个提升契合，咱自然之心去互的生活。为真个，咱有时阵看人的生命的故事。咱有时阵看着观世菩萨的故事，咱较会起一时了，讲哎哟，我嘛要来修行啊！哎哟，人咧修持，哎哟，人咧想啊啥，我嘛要来得力啊！有无？有啊，绝对有啊！咱今日坐伫遮，绝对有啊！啊，所以吼，一点点仔的信念是上清气，与咱的自信所发出。你爱吼，一点的心会当影响。每一次心思甲道一体，自然生发种种的东西。我毋知咱各位来前面，咱伫道上遮久啊，咱每一次咱遇到，咱有感受，互我伫咱心内，用要去去暂时间，咱是毋是就是等于做简单？啊，互我着利用礼拜去遐做一工，啊，咱着袂了咧，啊，所以前几只。我安排讲啥？啊，你来背这个啊，啊，你来搬这个物件，啊，你来扫这个涂骹，啊，佮一个是啥物？去啊抹水泥，倒喷水泥，啊，咱做地工啊，啊，咱就袂了，咱就做这手工，算讲人讲的手工对啦。每一次做了吼，忝无忝，啊，毋过互我感觉讲，专心自在。迄个感觉吼，迄个感觉从来无是安尼做一工，对人安尼做一工，做二工做一工，心身心愉快。足奇妙诶，我感觉足奇妙，迄个感觉吼，伫咱道流内底吼，所以你这样发起啦，这个发起啦，你有了解啦，你有叫咱有做代志，啊，这个毋是你真正讲我看，完全毋是。咱做一点代志，咱迄个信念加咱的自信，加咱的道是一体的。本就是安尼啊，本就是你个心啊，是本的心无变，咱的心无变。所以这个当你有迄个感受，你就好啊体会，你个心就是叫做咱的初心，你了解愉快的。我知道嘛，今天来生日快乐。咱去学习迄个德行啊，讲了了吼，迄个阿弥陀佛，啊，第一讲是内底吼，我一笑，啊，咱一个一讲先先就讲，我你是咧笑啥？你是咧笑啥？我咧笑啊，你就看我伫笑啊笑，你讲你就看我笑啊笑，对，我毋是讲咱教讲你，啊，毋过有迄个意义，咱会使去学习了，迄个参心的发心。毋知安怎的，我一直一直一直，所以吼，我对这感受就是，因为咱拢咱知道，你若要干，你若心放平静，你若要听到你个聆听，你若听袂到，无紧，咱来用三宝，把心如好好清净，把善恶的心啊配合做伙，你离开的时阵，绝对感觉是身心，咱的心啊心拢是清。对是安尼哦，啊，再来每一次咱的心，咱
咱看到先本因有着众生的故事，为一个咱会感动的。对啦，讲实在的啦，咱甚至看到世上的代志，咱就会感动啊，就讲这咯。所以吼，这重新第三意思。各位，咱继续想哦，咱求的时阵受因素之同下体的无生，咱同时迄个迄个心，来讲叫已经开悟的心。已经开悟的心，迄阵的心感觉无差。毋过是来讲情况，这段互我永远记落去，就是一日咱个求着去变了。毋过确实是体会啦，尤其咱深考的时阵吼，我深考了后，欢喜出去，我深考了后，欢喜哪里办？迄个心甲心会轻松甲自在，无法度形容。毋过互我深考了后，咱个灵魂小气。大家食饭嘛，咱性质请咱食饭嘛，物件好食做伙食，毋知安怎拢做伙食，长期欢喜过来咧办。迄个啥？咱信教的时阵，咱领受天阮属天属灵影响，领导主席，咱毋是看人，咱是咱老师的宝宝，咱是人才，感恩无愧的心啊！感谢天阮属天，互咱会使真好。若过前日你入过大三尾班吼，感受较深。我入大三尾班了后，迄个感受佫比前考佫较好，全身轻松。毋知你捌形容下那个全身轻松？咱上尾班的时阵，做歌咱拢唱真啊。6年来咧做歌唱，咱一遍都唱真，咱下世过，咱永远无要再忘。咱做迄个真激动的心。我以前就是。我要来台湾，我要来学讲书，我要来投篮，我要来写文章。毋过久了后，佫来消灭，对不对？最近佫来重拾咱的出发心啊！佫来，有一种状况就是讲，过前日咱咧听课的时阵，咱是有讲好像自心的良心变出来，中用理达理来活着进行的欢乐梦想，有诶拢变去了。心在所产生迄个欢喜的心，过前咱有互捌读到来就讲吼，咱若全心全意来，天天感觉烦乐无咱想讲卖看，有啦，是讲咱的烦恼若小者，佫谈过啦，可惜吼，咱去了完的时阵，感受前辈者开导的心得，咱愿意获得自度的心得，过一个，咱感觉过一个心。甚至过一点，咱伫厝里，咱听着一首的歌，咱的心甲同咱的老师心甲心相应，甲互愿意替咱老师辅导导引，做咱的师尊，使我度化天下众生，愿意甲得传播到天下，过一点，咱才有一个感动。那有诶话。我说你就是有心，我发古其实叫，伊就是咱台湾只者说，有时阵看袂影吼，咱无一条就袂了，就上吼，一听就歌，有时阵毋知安怎，咱听下就会好声，而且感觉听着，是对的，我看过这些就会在我听到，一种的心就是创新，一种的心就是你。获得天下心，所以吼，过一个，咱个提醒吼，咱敢有听过伊做说服务台湾，听过咱师尊师父伊个伊个事迹，咱伊个做说咱师尊师父伊个事迹，甚至咱听过咱何老先生来台湾开放伊个心的啊是吼，伊所付出的啥，付出的伟大，咱听着会感动，咱会想讲我要做什么咱听了点来，咱听了，咱再来付钱的，咱听了3年、4年、5年，咱听了出来2年，咱做着的工作，咱所有听着的事迹，咱心中有感受。像我捌看着咱的新环境，
伊做代志较认真啊，无法咱就起一个读书的心啊。我就比如说做海苔啊，看人安尼咱就咱去读的心。这个今年这变成咱的重心。哦，所以我感觉安尼这个就是，伊嘛对这个意思，上面的白沙这种重心，意思就是咱日常的，意思就是咱日常生活中你所发出来。你愿意是的，你愿意帮助社会，你愿意学习社会，你愿意伫道中学习表达，你愿意伫大人，你愿意开放，你愿意是不得种种的心叫做创新。你的心若是起这个念，或者无法要甲做事实来讲，对一个深透以上的人来讲，咱无深透咱毋敢讲。对一个深透以上的人来讲，咱以前过一个咱才会一句话，靠出心愿，口出诚愿，讲这话，出口就是我咯。所以咱话袂使话讲咯，你出口话讲出面，天听着，地听着，神听着，鬼听着，了，你讲出话，天也听着，地也听着。一天行，拢听着，鬼拢听着。你若无照你的原则，因袂尊敬你。所以3月这啥，鬼袂尊敬你。你发一个善愿，你真正去做，鬼会惊你。你发一个善愿，你真正去做，鬼会惊你，神会尊敬你。所以常常咧做好代志的人，神会问。袂惊，你也免讲对神特别礼拜，咱就尊敬尔嘛。你免特别讲爱去拜神明哦，免。啊，对鬼咧，你完全免惊。鬼惊善人啊，鬼惊善人。你的心念若是善的，若是好的，鬼会惊。所以咱人话袂使话讲，你出口就是我。对一个深透以上的人，你的念念拢是。因为是华丽的，有很大的机会。对一个亲口以上的人，念念都是。